来，首先一人一句的这个四句联，我先讲。好，要讲俗语的徛好在。两男两女专工来，即马加两个有气，你唔知？啊，那前面愈看是愈精彩。迎两位开心辣妹，耶！要老头脑简单，手机发达。哎，是哦。你讲啥？司机的发觉哦。司机发达，不是司机无力。我想讲伊要讲司机无，司机发达。司机。那讲到即句的俗语，我就想到20几年前。嘿，我阵咧做兵的时候，定定去互阮的班长甲骂讲：哎呀，左生力啊，你就是啊，头脑简单，司机发达咯。啊，那讲这个班长实在是黑白妹啊！你的头脑哪有简单？你吼艺界状元啦，会晓唱啦，会晓演，会晓搬啊，搁拍电影啦吼！你的司机足健全的哦，咱无变水，搁出勇的，足发达的你哦。讲这个话袂输，敢若足欢喜我变衰的了。唔是啊，我讲你人都好好啊嘛，足巧的，司机吼发达，头脑搁无简单啦。晴姐，这吼讲起来爱感谢伊背后的两个伟大的女性，对无？伊吼这吼拢艺吼左手吼艺家伊。叫伊学起来，啊，第二个吼，就是伊会遮尔啊巧吼，就是伊的妈妈。你意思讲，我算讲有阮老母生我，啊，阮某来甲我教，啊，我毋算三岁囡仔。其实我讲你啊，即句俗语吼，讲头脑简单，司机发达哦，即听做两种的解说。哦，多两种。即另外一种解说就表示讲伫共算，哦，表示讲我若讲阿琴啊，啊，你咧头脑简单，啊，司机发达，意思讲做你这个人哦，袂晓去想。啊，袂晓去做较正经的安尼，这算手法有伤人。啊，另外一种就是学老人，讲啊你阿琴你实在有影头脑足简单，但是司机真发达，表示讲你的头脑袂弯弯翘翘，袂设计啦。意思讲学老讲伊真够生安尼意思。那也掰到身。哦，算伊真挑剔就对啦。嘿呐，你所以讲即句话，你看你骂人就袂看到无？哦，伊咧看你。你骂人的时，即句话爱注意一下，不是讲人诶，你这拍篮球的啦，遮尔悬啦，对无？啊，人个美国人嘛遮尔悬啦，啊，博士啊、太空梭啥拢会晓啊。即句话吼，即摆爱改啊呢，嘿，安尼变成刺激人。哎，人真发达啦，司机真发达，头脑无简单啦。不要紧吼，咱这吼知错必改，善莫大焉呐。哎呦，善莫大焉哦。对啊。善莫啊，甲大燕啊两个兄弟啊，我知啦。对啦，所以讲咱今日即句吼，头脑简单，司机发达。即句话呢，若讲要形容做伊讲哦，身体真勇啦，啊，唔认真读书啦，啊是讲唔认真去学功夫，即种人啊真适当。所以讲咱今日天天开心呢，俗语的主题就是要奉劝咱不管是多爱啊，充实家己。